聽我講，買咗唔好比價，食咗唔好後悔，愛過就唔好猜疑，散咗就唔好詆毀，因為所有嘅選擇最終都係為咗自己埋單。我唔後悔對任何一個人好，我唔怕睇錯人，被辜負，撞到南牆，因為我對你好唔係你值得，係我本來就好好。但係親愛的，你對世界咁溫柔，有冇留翻啲溫柔俾自己啊？如果你好似我咁又敏感又容易自責，做完選擇又反覆咁樣質疑自己，你唔係唔夠好啊，你只係個能量卡住咗。試一次15分鐘遠程療癒，333蚊，唔使出門，唔使講嘢，我會用高頻嘅靈氣幫你鬆開內疚、執念、過度付出，就15分鐘，讓宇宙提醒你，你值得先愛自己。如果你俾呢段話輕輕咁樣戳中，幫我分享、點讚、留言，讓更加多人知道。我是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祝福大家，我愛大家。我係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